有脚印，这次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抓走他了！在那边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 狼群来了！狼群来救他了！会不会有狼怪？副将，怎么办？ 普通的狼而已，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狼怪。狼群为火，若遭遇狼群攻击，就用火攻；情况危急，就射杀他们。今日必抓到狼怪，回去复命。是。这野人能号令狼兽山的狼群，他不是普通野人，竟然能号令狼群！弓箭准备！小凤，郡主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小凤，可有马府抓到狼崽的消息？没有，但有陛下派人快马传来的谕令，严命陛下即刻赶来。我听说，陛下还命城主务必抓到狼崽，格杀勿论。是我害了他。 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编造狼怪的传说，更不应该带他下山。是我害了他。郡主，你别这样怪自己了。狼崽杀人并非你所能预料，也非你所想见的。这其中一定另有隐情，要不然他绝对不会伤害别人。小凤，我给他狼牙项链时答应过他，我会保护他的。他是那么相信我，除非能证明狼崽清白，否则郡主如何护他？ 只怕我尚未找出真相，狼崽就已经遇难。眼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小凤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小凤从小和郡主一起长大，郡主没有把我当下人看，反而把我当妹妹一样照顾。为了郡主，小凤受军法处置也不怕。好，小凤，谢谢你。我必须上山一趟。 让狼崽离开狼兽山。郡主，马家军那么多兵丁上山搜捕，我想那狼崽说不定早就逃走了呢。不，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并非不会逃离藏匿。我最怕的是，他会担心我找不到他，怎么都不肯走。那怎么办啊？只有下狠心，逼他走。 原本狼群意图攻击，前来营救又折返，就是这个狼崽，警告狼群不要与我等发生冲突。他只身营救小狼，牺牲自己保护同伴。听说这狼崽有情有义，我还不信，如今真是长了见识。但是他毕竟是杀了夏侯都尉的凶手，若非他杀，我敢断定。 城主见到他也会夸他是1等1的将才，可惜了。听说抓到狼怪了，这是哪个狼怪啊？就是他！
别动，站在那儿等我。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我问你，你的伤是怎么来的？你是不是又做错事情了？又不听话了，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全城的官兵都在抓你，所有人都认定你杀人了。奎州城你不能待了。我相信你，你相信我，我们彼此信任，你懂吗？星儿是说过，星儿和狼崽永远相信彼此。但是此刻，相信又怎么样？不相信又怎么样？你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你的命就不重要了吗？走啊！既然有危险，就离开夔州城，离开狼首山，走得越远越好。你不必为我留下，你听好了，从此刻起，我和你再无瓜葛，听明白了吗？不准跟！你不走是不是？我后悔了，我后悔和你当朋友，后悔把你带下山。你不知道自己是个怪物吗？我怎么会和怪物做朋友呢？别开玩笑了，万一人家要是知道，以为我和你是同伙呢。你要是再不走的话，你只会连累我，让我受到牵连。你快滚呐！滚！狼崽不是怪物，是人。星儿相信狼崽，星儿守护狼崽，不要走。你别自作多情了。我和你当朋友，是因为我以前孤单，我只是想把你当成一个玩伴而已。一个狼养大的玩伴，多稀奇呀，多特别呀！我不需要你了，你滚呐！你给我滚！你滚呐！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让人来抓你，抓你的狼娘亲，抓你的狼兄弟，滚呐！
狼崽，别再回来了。末将无用，本已擒到凶手，却疏于防范，让他趁机逃脱了。这少年本就异于常人，恐怕是天生神力啊。这样，明天我与你一同前去抓捕。爹，眼看圣上就要到了，爹不宜离开马府，不如海二带队，助丰城大哥一臂之力。我跟那野人也算是交过手，领教过他的手段，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我想我也帮得上忙。也好，这样一来，你也可以借此去历练一下。不过，千万不可自作主张，一切要听丰城的指挥。是，爹，您放心，儿子一定听从马副将的吩咐，把那野人抓回来。先去准备一下吧。少主，你懂事多了，这次能主动请缨，替城主分忧。副将忘了，我上次被那头畜生给吓惨了。此次若能抓住那头畜生，拿下他的狼头，不仅可以在我爹面前立功，又可气唤马摘星那个丫头。哼，一箭双雕啊！城主说，虽然允许你出房一同迎接，但是他不希望你提到和狼崽的关系，不然会让陛下多生臆测，会怪罪于你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爹担心的。但我定会随陛下彻查此事，想办法尽快还狼崽清白。小凤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？我也不清楚，前日不知膳房用了什么草药入膳，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恶心想吐。膳房的草药？会是哪一味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是离狐吧？离狐？别担心，没事的。它的生味本来就容易让人产生恶心，它只是……小凤，我想去个地方看看。城主，马副将等人已出城多时，必能将那野人抓回。您还是回府休息吧。我是担心，若抓不到凶手，那陛下就会迁怒于夔州城百姓啊。马英，身手不减当年呐，这要连发数箭，才能取你一命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微臣不知陛下提前到来，未曾远迎接驾，还请陛下。夏侯义死在你府上吧？微臣愿领责罚。进府禀报吧，是否有罪，朕自会定夺。就。谢陛下。
郡主，你跑来夏侯都尉的房间做什么？据下人说，这些都是狼崽和都尉打斗时留下来的。郡主，城主有令，圣上亲临视察前，闲杂人等不得再进入此房间。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郡主，这汤有什么问题吗？不，这是一碗很普通的滋补汤，但这就是高明之处。一个赤手空拳的野人，竟能毫无声息地潜入你马府，而且还杀了夏侯义。倘若不是你亲眼所见，朕倒是不敢相信呐。陛下，恕微臣失职，才有如此憾事发生。本来臣以为抓到了凶手，不料凶手力气极大，不仅只手冲破巨木牢笼，还在顷刻之间迅速逃离。当真如此？哼！天下之大，奇才难见呐。朕倒是要亲自上山去搜一搜，会一会这个身手如狼的奇特少年。马英，即刻备马上山。臣遵旨。陛下且慢！站住！退后！马英之女马摘星叩见陛下。摘星，不得无礼，赶紧退下。爹，女儿有要事向陛下禀奏。退下。启禀陛下，此案有冤，狼崽乃无辜之身，凶手另有其人。摘星，圣上面前不得妄言呐。马英，朕要听你说。你若有证据，朕必定勿忘无踪，绝不让真凶逍遥法外。但你若只是儿戏，朕要重重的罚你。摘星明白。起来说清楚。谢陛下。摘星，快起来。陛下，夏侯都尉遇刺之日，其晚膳后服用了离虎与参汤。这都是普通的药材，有什么异状吗？这便是凶手的高明之处，因两者本身并无毒性，可以使人免于怀疑。但是两者合用之后，再加之掌握药理之法，都尉便将因此气血逆回，无法施力。望乡总管在。何府上下你最精通药理，刚才郡主所言是否属实？是。若夏侯都尉真是被毒死，其尸身必然会留下中毒之迹。凶手为了避免如此，于是运用药理，使都尉之身不会留下中毒之迹，只是丧失反击能力。就在此时，原本打不过都尉的凶手，便趁机将其勒毙。凶手也早已料到，都尉之死一经发现，马府与圣上必会追查真凶。于是，真凶便想故弄玄虚，利用近期夔州城狼怪传说，做出假狼爪之痕，引导众人，让人误会此凶案乃狼怪所为。凶手一定没有想到，最后竟弄假成真，引来了狼崽。接着便是爹看到的一切。言之凿凿，那么究竟
此案是何人所为？能够如此，凶手必是马府之内经手药膳之人。马府用人不当，才会酿下如此祸事。摘星恳请陛下，爹，调查事发当晚药膳房所有下人之行迹，还有夏侯都尉生前见过的人，符合条件者不出10人，逐一清查，必能查获。陛下，臣以为小女所言有些道理，臣马上派人彻底查清。来人呐！不用麻烦了。差一点儿就骗过了你们所有人，没想到竟然会败在一个小女孩的手上。汪总管，怎么会是你呀？就是我。拿下！跪下！整个马府，还有谁比我更精通药理，更能掌握膳食？王成，你怎么能如此狠心陷害皇亲国戚，陷我马府上下于不义？夏侯义这狗贼，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只恨杀他太晚。你跟夏侯义有仇？当年前朝末路，说好了，只要李氏一族禅让于你，你便不杀李氏一族。没想到这夏侯狗贼擅自揣测你的心意，将李氏一族全部诱于皇宫之内，之后杀了所有皇族。这狗贼不死，那才是老天不长眼。我的计划便是，先杀了这狗贼，再让马府所有人都一起遭殃。陛下，微臣不察，收留了前朝叛党余孽，请陛下降罪。马英，你的不察，差点给自己惹祸上身。夏侯义一案虽已水落石出，但是你难辞其咎，这要你终身戴罪立功。至于这个人嘛，你知道该如何处置。臣明白，臣马上恭送陛下回行宫。不用了，好好清理你的门户吧。马英，臣在。你这女儿不错，不但是青出于蓝，更胜于蓝呐。恭送陛下。陛下回宫。恭送陛下。摘星，是爹错了，咱们误会了狼崽，快去找你兄长，让他们停止抓捕。是。可是，恐怕狼崽早已离开了狼兽山。万一狼崽没有离开呢？爹怕他们失手会伤了他呀。快去救狼崽！快去！你此话何意？若非城主当年一时的怜悯之心，平原公主以及她腹中之子早已不保。平原公主，别怕，末将曾受文王大恩，此地不可久留，快随我来。
不死的我，亲眼目睹了将军冒险救了平原公主，保住了前朝唯一的血脉，城主暗中养育公主母女，更是将公主所生的摘星郡主视为己出。如此厚德，我妄想今世无以为报。方才你表面上句句要害我马府，实则是怕陛下降罪于我，便以此来保我马府吧。可我的心愿却是，摘星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一生平安。因你杀人，犯下死罪，所以本将必须处决你。妄想大仇得报，已了无遗憾。兄弟，你安心上路吧。见过少主。演得不错，下去领赏吧。谢少主。哟，这不是那吓人的狼怪吗？怎么如今这么狼狈，这么可怜啊？装神弄鬼整我的时候，不是挺嚣张的吗？你这妖怪也有感情，也知道伤心啊！你不知道吧？你的心儿永远都回不来了，因为这个领导是他给我的。你都出事儿了，他自保都来不及，当然要把你给卖了。如果不是他，我能有这个铃铛吗？哼！我又怎么能知道这个小东西能找到你呢？啊！很痛吧？要怪就怪你自己相信马摘星。你瞧瞧，事到如今，他有来救你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啊！
妹妹带着我的命令去找你，停止抓人，可你却打断了她的腿，如今还昏迷不醒，你该当何罪？老爷，君儿当时也是为了自保。再说，要不是摘星那丫头骗他，够了！圣上在此，恕老臣家丑丢尽。马俊，从即日起，你就和我前往边关，充军历练。明天一早，立即上山搜寻，一定要救回狼崽。不必了，他不过就是个野人。明天一早你率军回去。至于狼崽嘛，朕会派人再去寻一寻。生死有命，若消失不获，那也是他的命。此逆贼的项上人头，就挂于城门之上，以达贺祖之效。没事吧？爹，爹，狼崽呢？尚未找到。今晚夜色深沉，天黑的整个山谷伸手不见五指，实在是难以搜寻。陛下已经下旨，今后我们马府只能专注州城和边防的事务，不得插手此事。不过陛下也承诺，拂晓会再派人去搜寻的。来不及了，狼崽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而且他又摔下了这么深的山谷，
若是没有人去救他，他会死的。哎，不行，摘星，你腿上有伤啊，还没有好呢。爹，是我们害了无辜的狼崽，是我们害了无辜的狼群，我们不能不管他，不能不救他。女儿现在就去求陛下，求陛下允许我们搜寻狼崽。不行，爹，不行，爹，你让我去，我要去救狼崽。摘星，爹知道你要保护狼崽，可爹要保护的是你，更要保护我们马府全家呀。王总管的事已经让我们马府朝不保夕了，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抗旨，那我们马家就真要大祸临头了。果然不枉费朕暗中找你呀！好，这个眼神，朕喜欢，有野性。从今往后，你的命就是朕的。这是朕赏你的赐爵令。朕乃当今陛下。啊，也许这个你还不懂，但是天地间，你想要的，朕都能给你。封锁消息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朕找到了狼崽。明天搜索。装装样子罢了。是，陛下。如今，朝内朝外，明里暗里，朕的敌人是无所不在，更何况临近敌国晋国的势力正在日益强大，此时正是朕的用人之机呀。所以，陛下您收养这野少年，有所善用。只要他能过了朕的阎王磨练。朕要他从内到外，都成为真正的王。陛下，救狼崽的药，可是有不小的副作用。狼崽，我错了，求你快回来，星儿。你们都利索点儿，别以为城主不在，你们就能偷懒了。哎，你慢点儿，你们几个忙完了，去后边帮忙，利索点啊。参见郡主。敢问郡主，您除了身为代城主的要事，愿让小女请示一些关于您婚娶的小事吗？3番5次来问我婚娶之事，说吧，今日又是何事？
这是您未来夫家送来的几个迎娶的良辰吉日，等着郡主挑一个。都是吉日，随便挑一个不就得了？郡主虽是博学多闻，但是这男女之事却是有所不知啊。夫家送来数个吉日给女方选，表面上是习俗及尊重，背地呢，则是暗藏玄机。不就是怕我婚娶之日会有月事，所以让我选日，避开此事。郡主，你既然都知道，那为何？不瞒你，这婚我是要毁了。悔婚？郡主，您这未来的夫家可曾是官居一品右司侍郎的神府？要是这样，城主如何向夫家交代？郡主若是如此，往后谁还敢来上门提亲啊？这便是本郡主想要的结果。此事瞒你至今，是我不好，但是这一切从一开始便是我与神府说好的一场戏，戏越真越好啊！多年来，日日有人上门提亲，本郡主早就极其厌烦。于是，在刚开始答应婚事的时候，我便向神府公子坦言，途中我将悔婚，以此引来恶名。自此，无人再敢上门提亲。而马府在朝廷对神府有恩，所以沈公子就答应了。那城主那边如何交代啊？爹有要事赶至京城，来日等他回来，我再自行跟他解释吧。郡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两国边界，杨国镇国侯萧贵为抢夺晋地城池而大肆征兵敛财。张公公，我等必须急见陛下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镇国侯虽然罪大恶极，但祸不及家人。诸位大将军，陛下正为此事伤神，元气大伤啊！稍早时候一度昏厥，太医正在诊治，特意警告咱家，此刻十分重要，万万不可干扰。镇国侯一家现在已经被陛下派去的重兵重重包围，刻不容缓呐！大将军，等太医诊治完毕，咱家必然立刻禀报。多谢公公。朝令如山，皇命如天。镇国侯萧贵一事，为臣不忠，私通敌晋，暗藏谋逆之心，即刻围剿侯府。钦此。什么私通敌晋？我们不服！不降！不降！放进来！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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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舅舅！安静！你们投降便可免死，如不投降，镇国侯即刻处死！不许降！陛下分明是要我的命，这降与不降都是一死。舅舅，死也不降！救人！国王驾到！
见魔王。8年来，误以为被摘星出卖的狼崽，经过严格训练，成为外表冷酷的国王，被楚葵蒙骗和利用。陛下元神已稍有恢复，大将军们请入。参见陛下。诸位将军起身。谢陛下。臣等冒死恳请陛下网开一面，望陛下三思。三皇子博王殿下觐见。臣参见陛下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众臣都知道，朕有意养子，是为己出啊。一直以来，他都身在宫内。近年来，朕才交付一些要事，叫他去做。只是你们这些封疆大吏，还有不少人没有见过他。今日不妨一试，啊！臣等参见三殿下。参见三殿下。免礼。启禀陛下，镇国侯萧贵已伏法。好个博王啊！哎呀，朕看诸将都老啦。好啊，天下时政刚柔并济，诸将的人心，还有博王的血气，这都是朕最喜欢的。只要众卿忠心，朕是不会亏待大家的啊！城主，结果如何呀？我等已决定交出兵权。也许只有这样，才能够保全我马府以及夔州城军民永安。城主，马家军以城主马首是瞻，若交出兵权给楚家，恐众将士难以接受。我意已决，且陛下已经下旨，令马家军分兵，你即可启程赶往边境，述职归顺朝廷。我待俊儿
赶回夔州城。城主，我绝对不会让乃军令，不得违抗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此事你办得甚好。不愧是朕的儿子。起来，来，在朕众多的皇子中，你是朕最信任的儿子。唯一让朕担心的是，怕你还有一点点的弱点。朕要你回一趟夔州城，如何？儿臣领命。眼下，朕不能让马英存活于世，但其女马摘星对朕来说，日后必有所善用。我听说养狼人会把狼牙做成幸运符，所以呢，我就命令工匠专门为你打造了这个狼牙链，可以护你日后平安。无影，海蝶，参见主子。莫萧呢？莫萧参见主子。莫萧能无期潜入，有长进。海蝶闻言，则需再练。你们跟我来。是主子。夜煞有最新任务。陛下命我们去夔州城监视马英。是主子。随着镇国侯伏法，晋王世子趁机攻下并统辖了镇国侯原先所控城池，力改苛政风气，大力推行德政，令此地逐渐繁荣，迎来一片祥和太平。客官，你随便挑一挑啊，又便宜又甜。小凤，本郡主悔婚之事是否已经传出？已经传出，但还是有些想要提亲的公子们正等着见您。还来？郡主的聪慧貌美，声名远播。您虽是悔婚，但不论是民间议论还是各府名门，大多是觉得沈府配不上郡主，郡主才悬崖勒马。听闻者都在为您叫好呢。啊！
这螳螂为了择偶都肯被母螳螂吃掉，我看郡主如何做都是难以抵挡飞蛾扑火的。好，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我就要让他们知道，来我马府提亲者，只有绝望，世人都没有希望。走，会客。是。各位公子请坐。谢郡主。禀郡主，这位是已故尚书齐大人之子齐公子。郡主。这位是潞州刺史柳大人之子柳石公子。那位是先金大将军乔将军之后乔公子。郡主好。各位公子的来意，总管小凤皆已告知。各位都是名门之后，家世不凡，一路也看到了夔州城之民情。若是有所谏言，摘星极其愿意倾听。但若是各位公子只为提亲而来，恕摘星婉拒。果然是名不虚传呀！我等早有耳闻，郡主对任何求亲一向不给情面，拒之门外，甚至允诺婚事者亦是悔婚。始终是瞧不上眼，但我等文韬武略是无一不通，必是胜过那神府与任何以往的公子。郡主，如有任何侧考，放马来。小凤，是，抬上来。郡主放此木箱，莫非是要以此箱行文作诗？这3只木箱当中，只有一箱放置了3只彩蝶。若是有人能答出是在哪一箱，便可谈亲事。这木箱紧实难窥，试问郡主，如何能看得出这木箱里有彩蝶？用耳听。用耳听？用听的。世间万物，无论是风，是蝶，皆有其形，其音。彩蝶振翅，亦会有其声。若是可以听得出它，便是答对了此题，不是？奇了啊！人世之间还有人听得这彩蝶振翅？在下明白了，请郡主稍等。如此这般操他的锐气，一定可以娶到他当八姨太，这样我们定可以扬名立万。各位公子，可有正确的选择？在下也是思索一番才懂。所谓智勇双全，郡主这是在测我们的智。我等各选不同木箱，必有一人可中。如此一来，你们之中也只有一人通过，不是？众人皆知，马府提亲如铜墙铁壁，与其说是来提亲，不如说是来挑战。只要我等能共谋破题，那便可扬名立万。不论是否真成婚事，都值。都值。小凤，开箱。是。我先来。哎，你看看，乔公子，可惜了，承让了。你也没份儿。两位哥哥，请打开。等着喝我的喜酒吧。
本郡主早已严防有人会如你之策，失了初衷。若是真可以听见彩蝶振翅之音，便会知道皆为空想。郡主，你这是在强人所难啊！试问这天下间谁能看得见这风之行？谁又能听得见这彩蝶振翅之音呢？狼或许可以吧。曾经我也认为这绝非常人，需要有超凡之能力。但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我逐渐明白，此非超凡，关键在心。若郡主想孤独一生，无需拿一些莫名虚无的大道理来刁难在下，羞辱了我们这些提亲者。好，那就请各位公子多多回去警告他人，来我马府提亲者，来一个我羞辱一个。告辞。有病啊！什么蝴蝶，什么木箱，这不挑理人吗？就是，累死我了。小凤，如果都这样了，明日还有人来提亲的话，就直接说我重病不起了吧。这道题也只有那个人能破了吧？可是这么多年了，那人是生是死都不知道，郡主难道真的要孤独终老啊？糖葫芦，肉包子，刚占得的糖葫芦，好吃的包子，好吃不贵的糖葫芦，刚出笼的包子，糖葫芦，包子，刚占得的糖葫芦，卖包子嘞！文彦，在，去找个停歇处。是。哎，主子，要不然咱先喝口茶，休息休息吧。